喂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，娜姐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娜姐，娜姐，我是 Linda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来找娜姐做生意啊？手放开，手拿开，就这个。李娜，李娜，不是说让我过来的吗？给我进来啊！小袁，来一下我办公室。经理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桌上是你这个月的奖金，你拿一下。谢谢经理。小袁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你每个月都有奖金吗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每个月都会给你奖金。你的奖金不要了吗？小袁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什么事儿。小袁，经理欺负你了？哎呀，经理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，整个工厂就你单身，他肯定……以后你小心点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晚上我们去打麻将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我就不去了，我不会打麻将。他昨天也第一次打，还赢了100多块呢。对啊，很简单的，我教你啊。3筒。5万。5饼。5万。对。胡了，给钱给钱。打会不会打？你也得给。喂，豪哥，到你了。华哥在号里待了5年，没开过荤，就看到妞啊，牌都不会打了。你现在挺厉害啊，有自己的厂子了。华哥，以前我叫你华哥，现在我还叫你。不过呢，你要改改口啊，以后叫我五爷。话那么多，先把你牌打明白再说吧。华哥，我这个牌你是要胡了。你他妈这点猴戏，在我这还不够看，出老千！你是快服了啊！
华哥，华哥，摇好，华哥，你还听这支啊？啊，华哥，饶我！还当不当爷了？爷。那一桌的，站着。把刚刚出老千骗他的钱还给他。放下。刚刚才帮你追回来那么多钱，这么抠还走路啊？我想散散步，不行吗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接我。你有男朋友啊？行，那我走了。喂，你男朋友来了，上车吧。无聊。这么晚真的没车了，看看，送你吧。坐稳了啊，你可以抱着我。走。妈，骑摩托车的小流氓是谁呀？啊，一个朋友，太晚了，他就把我送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打麻将。你有钱，有时间打麻将，你不多加伙伴，你弟弟要上大学了，你当姐姐的就不做个好榜样，天天只知道在外面鬼混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，才生出你这么个讨债鬼？我跟你说哈，上个礼拜李弘毅给你介绍的那个连锁店超市的老王，我看着他不错，这些天我要跟他商量商量，下个月你就跟他结婚。我不同意。你看不上老王，难道你看上那个小流氓了啊？你有本事你现在就跟那个小流氓走啊，你出来，你走啊，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妈，你看，圆圆，家里没钱供你上大学，你先去干活，我已经托人帮你找了份工作。我能不能一边打工一边上大学？想得出的，这事儿就不要说了。妈，你还是别逼我姐了吧？你以为你学回哪里来啊？都是为了你这个小白狼。你叫华为红。你也太土了吧。礼貌嘛。走了。
雨不明白水面之外，鸟儿不明白繁荣地带，他不明白爱有悔改。怎么样，给你解决这个难题了吧？不过你以后要保护好自己了。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你要走？为什么？那天麻将馆的事儿，后来闹大了，我暂时还不想跟他们对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静悄悄的，并不意外。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吗？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。哦，林警官你好，我叫张扬。哦，你请进。一名死者，四肢颈部明显勒痕，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，生前遭受虐待，应该是寻衅逼供。另一名死者生前应该被性侵，死因头部重击。你跟我一起走吧。没钱能跟你去哪儿？跟你一起去吃土吗？你相信我吗？我知道一条赚钱的路，能快速带我们离开这里。做什么？找有钱人最多的地方。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难道你真的不想跟我一起走吗？黄总，勇哥，去陪勇哥。黄总，来，看看地怎么样？这是我特意给您留的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快去，坐黄总边上。我跟您发誓，他今天真是第一天上班，刚来的。愣着干什么？佳佳，赶紧给黄总倒酒啊！我敬你。哦，黄总，我再敬您一杯。佳佳，黄总，勇哥，这是我们这儿的头牌。王老板啊，消消气啊！来。一瞬間，太多東西要講，可惜青春在各一方，只可深深把這刻盡遺忘。哎，大家听我说啊，咱们这周的销冠又诞生了，还是咱们的娜姐，今天晚上又开了一瓶路易13。现在1点了，你们都饿了吧？晚一点，娜姐请你们吃宵夜。寻找猎物。
还没调好啊？哦，我不太会调。累死我了。娜姐，谢谢你送我的裙子，我今天开张了。恭喜啊！我说的没错吧？把你优点露出来，这不就开张了吗？怎么，想看？快来！戴上看看，戴上试试嘛。娜姐，我真羡慕你。要是我有一半你赚钱的能力就好了。你呀，年轻又漂亮，迟早的事儿啊。做这行做久了就摸着门道了。娜姐，我听说你还做二房东的事，就想问一下，你哪里还没有房子可以分租啊？咱这不有宿舍吗？你干嘛花这钱啊？我和我男朋友一起住。你有男朋友？不是，慢点啊！哦，对，娜姐，哎，你的裙子我洗好了，还给你。哎呦，我都说送你了嘛，留着穿。不用了，娜姐，我不太喜欢欠别人。再说了，我以后工作自己会买的。你呀，挺有个性。哎，到喽。这个小区呢，虽然偏了点，但是它安静。你像咱们上夜班的，白天还能多睡会儿。你家布置的还挺温馨的呢。这个呢，就是个小仓库，这边就是我的卧室，这边呢就是衣帽间儿了，也是我平常待的时间最多的地方。谁呀？哦，应该是我对象，跟你说过的。你也没说他要来啊？毕竟我们两个一起住嘛，他总归要来看看。不是，你花钱租房子还得经过他允许啊？怎么想的你？来了。我先生。你谁呀？马国栋，他们都叫我老马，你呢可以叫我马队。我知道你，警校刚毕业的高材生林薇嘛。凶手是一个有作案经验的惯犯，门窗均没有破坏，屋内没有明显打斗痕迹，而且凶手离开现场前做了打扫清理。有一点可以断定，这两名女性受害者都是应该在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工作。你怎么知道？24寸大彩电 XO 洋酒，而衣架里呢挂着赤橙黄绿青短裙、超短裙，正常女孩谁这么穿呢？包括跟香水，商场里面我见过，至少卖好几百块钱。如果在单位上班的或者工厂上班的女性，可消费不起哦。最近夜总会在哪儿？房东笔录做完了，租户名叫李娜，应该是死者之一，她在千叶总会上班。娜娜是我们的酒水销售冠军。他人呢？他请假了。
今天请的还是昨天请的？他是昨天。昨天，你看看还有谁没来的？哎，都互相看一看啊，还有谁没来的？是不是没有了？林大姐好像也没来。有林的照片吗？柳青，你配合一下警察同志去华人间找一找。好啊，娜姐一瓶香水顶我1个月的收入。我只是个新人，是娜姐平时带我们，她对我们都挺好的。客人喜欢送她东西，她还做二房东的生意，收入算我们这边数一数二的了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我觉着吧，我有必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你看啊，那所有女孩都在这儿呢，这正常的、合法的娱乐场所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又没杀人，又没放火，你们这么查下去，李娜死了，是命案。你说我该查不该查？林警官，8队，法医报告出来了。收到，收到。通知林警官，赶紧回局里。好的，收到。我在楼下等你们。哥们儿，接个活儿。Zippo， 识货啊。这里面怎么了？例行检查。情况紧急，我就不耽误功夫了。昨天大家都见过面了啊。这位是林威同志，我们的新同志。大家好。林威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。目前受害者有2名，生前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虐待，死亡时间大致相同，死因完全不同。李娜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琳达生前遭受过侵犯，死后脑轴撞击。从2名受害人的体表受害特征来，非单人所为，应是团伙作案。老马，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李娜昨天电话请了病假，其他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。社会关系查得怎么样？正在逐一排查。这个案子呀，性质恶劣，领导非常的重视，要求咱们成立专案组，务必尽快破案。散会。你们俩快进来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娜姐，你叫他华子就行，他暂时没工作。哦，靠女朋友养啊，挺有能耐。娜姐，他就这样。这边是厨房卫生间吧？你带我去看看吧。厨房倒也不大，但足够你俩用了。旁边就是卫生间。这房子就算是看完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行，那这么定。小佳，不是姐说你啊，你这男朋友挺差劲。喂，谁让你进我卧室的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有没有礼貌啊？你怎么能乱动别人东西呢？是的，佳佳，这房子我不想租了。啊，贝贝，你干嘛？没干嘛，想让你闭嘴。佳佳，佳佳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照片里他身上的衣服
怎么跟李娜死时穿的衣服一样呢？他呀，他叫佳佳，昨天辞职了。身份信息给我。不是，我劝你考虑清楚再回答我啊！不要知情不报，他有重大嫌疑。他有没有嫌疑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行业呢，人员流动比较频繁，你确实不问这些东西。问什么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看到你桌上的那张拍立得，我猜你应该是来这里了。小子可以啊，昨晚加一晚上班啊。女儿什么情况？她说辞职了。什么时候辞的？警察同志，昨晚我想了一整晚，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们。其实我去过娜姐家，但跟我没关系啊，是娜姐叫琳达姐送药，琳达姐她让我去的。哎，柳青，怎么了，琳达姐？帮我一个忙吧。娜姐，我是柳青。娜姐，琳达姐让我给你送药。娜姐，药来了。柳青啊，我走的时候，娜姐她还活着呀。我真蠢，当时怎么就没有发现不对劲呢？娜姐肯定是为了保护我才骂我走的。确定拿了钱就离开这里是吗？你相信我？你答应我不要伤害任何人行吗？剩下的交给我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刚才不应该凶你的。佳佳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因为你有钱。我有钱，那琳达比我还有钱呢，他们平常还欺负你呢，你们怎么不对他下手啊？佳佳，你跟华哥说说话呗。你第4上班的时候，我不是还给你解围呢吗？你说话呀！你帮我求求情！佳佳，你帮我说句话！求求我！佳佳，你帮我说句话！佳佳。根据千叶员工柳青的口述，李娜已经将这条蓝色裙子送给了佳佳，但是这条裙子又回到了案发现场，这说明什么？佳佳很有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。佳佳案发后就离职了，所以基本确定，这个叫佳佳的女孩有重大嫌疑。这个叫佳佳的女人是谁？已经询问过夜总会的所有相关人员，还没有掌握她的详细信息。去找一个离职的娱乐场所的员工，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？当然不止这些。从案情分析，这个佳佳很有可能是个诱饵，实施犯罪的另有其人，且2名死者都很有钱，可以确定就是事先计划好的谋财害命。老板，能不留痕迹的杀死2名成年女性，我猜测啊，应该是熟悉周边的环境，并且有一定作案经验的惯犯。而咱们广南呢，你看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这么恶性案件的罪犯了，凭空出现一个嘛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是概率极低啊。所以我建议啊，应该先从咱们广南本地的刑满释放人员开始排查。你办案全靠猜啊？照你这么查，大家大海捞针吗？你这不也是猜测吗？
我是根据证据推断，你呢，叫纯猜测。你就说我前面的判断对不对吧？啊，对，你这次是对了，下次呢？次次靠蒙啊，那概率扔骰子能高点。你们两个的调查方向都没有问题。老马，排查刑满释放人员，因为追踪佳佳这条线索，不是已经确定了是谋财害命吗？找个人查查他们的银行流水。李队，我去查银行流水吧。行，现在去吧。好。娜姐，也别废话了，你有多少钱？我有几千现金，我还有一块金表，其他就没有了。在哪？在第一个抽屉的铁盒子里。那个表是香港老板送我的。就这些啊？嗯。娜姐，也就这瓶香水就不便宜，你跟我说你没钱啊？归我了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哥，我真没了。我没有骗你。我觉得你对这个事情还不是很严肃。哥，我真的没有钱了，我只是外表看着光鲜而已。其实大部分的钱我都寄回老家了，抽屉里有给老家的转账记录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放了我吧，我求你。你刚刚说那个 Linda 的欺负过我女人啊？她比你有钱？她做的比我早。娜姐，我是柳青。娜姐，娜姐，我要给你送药了。别以为给你几个好脸色，你就给我蹬鼻子上脸，以为能跟我做朋友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还不配提琳达来。滚啊！不是这个人，他没有钱的，他是个穷鬼。你不信你问佳佳，我也不知道他会来。我叫的是琳达。你刚刚说那个 Linda 不来，你这里会多一百吧？看你怎么赚钱养你女儿。听见了吗？喂，琳达，我是娜娜，你怎么不来呀？啊，娜姐，我刚想跟你说呢，我不是不想帮你跑腿啊，我还要上班赚钱呢。琳达，不是让你来给我跑腿，主要是想跟你聊一下二房东的事儿。你不是一直想做这个吗？我们合计合计，看这是多少，你带上存折，我们今天把这事定了。娜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找娜姐做生意啊？哦，我也想跟娜姐和琳娜姐一起学着赚点小钱嘛。娜姐在里面等你了。你有多少钱啊？娜姐能带你啊？娜姐，娜姐 ，Linda， 夏夏，这土包子谁啊？你很喜欢欺负别人是吧？就那姑娘，今天第一天来上班，
就被客人给赶出来了。你说人都到这儿了，还当自己是良家妇女啊？我他妈最讨厌这种又当又立的。就是。哎，姐妹们，你们可别学他啊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姐姐。这儿躲着干嘛呢？哟，可以呀。站住！对不起，琳娜姐。知道这是谁的位置吗？我就是看你今天客人挺多的，然后就想着你应该还得一会儿才能回来，我就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在就可以用我的位置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也不是那小气的人，主要是我怕臭味儿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个臭土包子，你别以为我怕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别想从我兜里拿到一分钱！佳佳，你帮我解开。佳佳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婊子，你跟他是一路货色。你们这两个臭鱼烂虾，你们两个给我提鞋都不配！等我出去，等我顺着嘴喊，等我都好。没事，我俩兄弟。老张，哎，好久不见嘛，对。哎呀，老张，麻烦你了。客气啥？按你说的，前几年严打进去的符合犯案条件的人员资料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那这个月呢，有没有新报道的受关注人员？还真没有。啊，都这么老实啊？都挺老实的。你们家一诺怎么样了？现在上小学了吧？没什么事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哥们儿，接个活儿。哎，对了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？来了，上礼拜来的。本人怎么样？挺老实的，也许啊上了岁数，懂事了。现在在一家汽修厂工作，也算是可以踏实过日子了。汽修厂？你们常过来玩啊？消费不起。你们是住哪？这两个是我工友，我们住汽修厂。老远啊。女朋友在里面上班，来接她下班，吃个夜宵。是不是城南拐角处那家？对，就那一家。哦，行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长安。把这拿上。这什么？我筛选过的最有嫌疑的几个刑满释放人员。哎，拿上。哟呵，哎，二等功呢？啊，我减肥。大哥，进来。染个黄哦，你给我弄乱了。叫嫂子。嫂子，你俩吃了吗？没呢，很久没吃我做的面了。你别说，给你们整2碗。好，谢谢大哥，跟嫂子聊聊天。谢谢大哥。你确定就我们2个人吗？事成之后，就我们2个人远走高飞。黄一红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看我手艺退步没？真香。还是那味儿。怎么了？你不饿啊？我不饿。多少吃点吧。
大哥，那啥意思啊？吃面，吃面，吃面。你把我放了吧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就放了我吧。大姐，你放心，他答应过我的，我们拿了钱就走了，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也这么跟我说的，可是我不信他，我信你，我求你了，我只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你，佳佳。都吃好了吧？老二干活。你不是说只有我们2个人吗？他们俩从小跟着我，我到哪他们到哪，我必须带着他们。二哥，我最好到我了，怎么着急了？这东西烫脚可以，烫脸行不行啊？一样的。哎，不管了，试试就知道了。烫烫，你什么东西653-980，什么东西？我的存折密码在桌上。大哥，653-980。烫。你去取钱。我？大哥，他去。我说过的，以后我的钱归你管。天亮就去。不用紧张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放松点。密码还记得吗653-980。最后一步了，快去快回。老三，老三，大哥，你们俩进去
给他俩拍点照片，有点东西在手里，我们走了之后，他们才不会找麻烦。拍照，我在行啊。但是大哥，拍照怎么拍，我说了算，行吗？二哥，大哥说了，听我的。好嘞，走了，大哥。手放开，手拿开。你好，我要取钱，存折给一下。取多少呀？4万。取的还挺多。密码说一下。你稍等一下。派出所。查到了，林达的银行账户有个大额提现。下个月的押送单我不太清楚啊，明天你过来核实一下吧。错了，密码错了。对，重新说一下。这是你们要的取款记录。谁取的你还记得吗？是个女孩。是这个女孩吗？我记不太清了。查一下这2天本市的大额存款记录。好，但是你说谁会抢了钱再存银行呢？每种可能都要试。上哪儿？哦，我再去买2套衣服，还能多拍几张。你想想，我们拍的越多，把柄不就越多吗？搞快点！穿这个，穿这个。别紧张，就拍几张照，多简单呀！我不拍照。过来。我能不能不拍照？你凭什么不拍照啊？我说，不是不拍，我是想让你给我拍。我不想在他们面前脱衣服。那我们只拍照啊？只要你放过我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你做什么都可以。过瘾。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了，是不是可以放我走了？放你走？你让我这么爽，我怎么舍得放你走啊？慢一点，再来一次。啊！救命啊！回来！耍老子！说话，装什么装？说！
大哥，他这是个意外。意外上了，意外啊！意外！操！跟你说多少次了？就是这样，又是当个生气，好了，够了，把他打死了！听我说，他们就是自己往外跑，我拉了他一把，他不小心那样，这是个意外，为什么不相信我呀？别我！钱我拿到了。那是就是能放我走了是吧？本来是的，对不起啊，娜姐，我们出了点意外，可能需要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可能昨天答应你的事儿，没办法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干什么？老三把琳达弄死了，他不死，我们就得死。你说了图财不开命的，我把钱都给你们了，你干嘛要杀人呢？佳佳，我女儿还那么小啊，你知道，她如果没有我的话，她怎么活？别杀我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谁都不说，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不会说出去，你要干什么？松开！你不是说我不杀人了吗？松开！我没得选，也没得选啊。妈回来了。爹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们上最近不是加夜班吗？
这电视谁买的？王老板送来的。哎，这电视机呀，还有这新的洗衣机，以后啊，咱们可省心了。这样实心称头的人真是不多，咱们得早点把婚礼办了。婚礼我跟王老板，我跟他只见过一面，你就把彩礼都收好了？你说什么话呀？人家看上你，这事儿就定了。他一共给了多少钱呀？2万现金，加上3大件，杂七杂八的，少说也得好几万呢。这么多钱？雨不鸟儿伴舞，他不明白，忘不忘。他会嘿，请我去我把钱留给我妈了。什么？李娜剩下的钱足够咱们离开了。就那么一点儿？操！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呀你？三儿，你说你的钱以后都归我管，这话算数吗？算什么算？他他妈凭什么呀他？我以后会帮你们赚更多的钱的。就凭你啊？你拿什么赚啊？操！有人觉得自己真的很能卖啊！老三，你能干点什么？开个车都开不明白。这是最后一位最近有大额存款记录的了。龚小霞，43岁，家庭妇女。我猜测她是最没可能的，所以我就把她放到最后。又是猜？谁教你？那谁呀？警察。阿姨，您不用紧张啊，我们呢就是向您了解点情况。您昨天不是新存了一笔存款吗？4万块，我们想知道您这4万块的来源。